開放心靈講座，咁就都歡迎大家翻嚟位。咁我唔知6點嗰度係咪要開翻個掣啦？開咗。係啦，唔該晒。咁就啱啱頭先袁教授都有講到關於澳門喺政治、社會、經濟、教育各方面嗰個變化點樣邁所謂澳門化。咁甚至其實喺佢第一節完之前，你見到呢一張 slide 裏面都見到澳門一國兩制嗰個模式啟示。其實如果大家將而家香港而家政治、經濟、專業各方面發展拍埋落嘅時候，係咪有一種預示或者似曾相識嘅感覺？譬如我哋講到可能喺香港就有孫東啦，咁然之後就係話所謂呢一個專業意見證，而家都即係施政報告，我唔記得都寫咗一句就係話教師都要重新註冊考牌各方面。咁當然你話講到國家統合模式，咁如果大家見到立法會選舉遲啲，你見到特別係呢個選委會啊、功能組別啊，更加多中資嘅機構係派佢哋嘅管理層啊、高層啊嚟到進入議會嘅話，咁大家都可能都會預示到就係一陣間呢度都會講到就係話，其實澳門一國兩制模式嘅啟示背後，其實究竟對香港有咩影響？將時間交俾你，唔該。OK， 我嘗試呢一 part 快少少。其實嚟緊呢一 part 咧，我想講咧就係、未來香港嘅發展方向係點會點，但係我基本上係跟澳門嘅模式點樣去預示香港有啲咩可能性嘅發展。咁第一個其實係好重要嘅呢個，強烈我亦用強烈強烈嘅內地背景嘅人員管治香港，即係頭先所講岑敖暉啦，岑敖暉係內地出世、內地教育，跟住移居香港啦。咁所以其實佢唔會第日其實可能不久嘅將來我好快，咁香港嘅主要官員或者係有一批人開始，頭先我所講孫東啦，會唔會有啲潛伏咗喺香港好耐我哋唔知嘅人亦都會可以做到主要官員咧所以特首咧 ，OK， 咁呢個唔知道，但係呢個其實澳門已經出現咗。其實點解我會咁樣講？因為喺澳門嚟講，其實過去自回歸之後，每個特首都做2屆嘅。咁但係賀一誠上一屆嘅，只係做咗1屆，佢就5年咁。咁但係我知道其實有啲聲音就係話佢自己都唔想做啦。OK， 都發覺都有啲唔會定。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聽到好多消息就話佢其實不斷都俾人喺北京督背脊亦都督得好深。因為其實賀一誠本身都係同浙江好大關係嘅，浙江商人嚟嘅。咁所以其實某個程度係咪同習主席有啲朋友關係嘅關係咧？唔知道。咁但係即係以佢嘅背景，亦都未必係可以好差。咁但係點解北京可以好狠咁樣你唔使做2屆啦，你做1屆啦？因為以往呢個係就係話澳門成功嘅例子啊嘛。香港失敗冇一個特首做咗2屆，澳門咁成功，屆每個特首做2屆，呢個係一個所謂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嘅一個標誌嚟嘅。但係佢都放棄，咁直接就係一個好強嗰種強烈內地背景嘅人做呢個特首。咁其實加埋後邊嘅嗰一班嘅主要官員，都其實越嚟越多係同內地有好強烈嘅關係。咁所以變咗嚟講，會唔會嚟緊香港嘅，即係香港明年選啊嘛？特首應該係27選 ，OK。咁嘅時候，咁會唔會其實喺個班子上面唔一定特首嘅，喺個班子裏邊會有更加之濃厚嘅內地嘅色彩咧？呢個其實睇下知道。但係咧呢一個好有趣啦，行政立法頭先講合作，我而家最新嘅我就係一體化啦。呢個頭先同阿 Spencer 都講，呢個係一體化嚟。呢個一體化係咩咧？即係話行政、立法、司法裏邊嘅主要人員咧，主要嘅領導咧係交集嘅，即係輪流替換，即係可以你做完行政可以做司法，做完司法做行政，做完行政司法又可以做立法。呢個係咩咧？岑敖暉做完司法去行政啦。張永春呢個係最新嘅立法會嘅主席，係委任入去嘅。佢做1個月前係咩咧？行政法務司。咁佢都被視為被傳係13太保之一嘅。OK， 被傳啦，唔知係咪？但係好明顯咧，佢背景係內地出世、內地教育。OK， 80、90年代移居澳門，然後喺法務部度做局長。OK，
之後喺賀一誠嗰屆就做咗司長。咁原先陳浩輝都繼續委任佢做行政法務司嘅，咁但係咧喺上個月就委任咗佢入去立法會。咁當其時都有啲古怪，啲人點解會委任一個現役嘅官員入去咧？原來其實大家都知嘅，其實之後大家都即刻轉頭就做主席咧，佢係做主席嘅。OK， 即係我哋好難見得到一個委任嘅官員入去立法會係做埋主席嘅。OK， 如果係一個開放嘅社會嚟講，咁呢個係我諗喺以前嘅澳門咧都唔敢咁樣做嘅。咁而家就好清楚，係行得好快啦。陳子敬啦，由司法去咗做行政啦，即係檢察院院長就去咗做呢、這個保安司司長。咁啊，唐浩峰就係由呢、這個最初係行政嘅，睇下低級公務員考咗咧，就入咗去法律做司法。原先係法官嚟嘅，而家係做咗咩咧？檢察官、檢察院院長。呢、這個都有啲奇嘅。其實通常我哋見檢察院院長就做法官咧，都會有啲咁嘅情況。但係我哋好少見到法官去做檢察院。OK， 呢個係好奇怪。咁即係話呢個咁嘅調配咧，其實我會覺得係佢將所有嘅人員其實大家都係一個我叫做 pollution 一嚿嘢裏邊，只不過調嚟調去，佢已經唔再分行政、立法、司法。因為以往我哋想將呢樣嘢分得開啲，係有啲嘅所謂監察或者有少少制衡啦。咁而家如果當主要嘅官員都越嚟越喺個所謂行政立法裏邊係坐呢個音樂椅調來調去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其實你可以所想而知就係、是，我會話呢個三權一體化其實真係一嚿嘢，佢已經唔係再分開。就算係我哋話原先係一體，不過分開三個，大家有個間隔喺度，都分開叫做互相少少嘅制衡啦，即係既合作亦制衡。而家似乎個樣就連呢個制衡嘅角色可能都冇。因為好有趣嘅，張永春啱啱上任第二日去講嗰一樣嘢，我覺得佢唔適合佢咁樣講。佢話：我哋應該會更加之好咁樣咧，同行政立法做得更好嘅溝通。因為佢以前係司長，你而家做咗立法會主席，你竟然評論翻你以前做嘅角色做得唔夠好，我覺得有問題嘅。個問題在於，我係批評政府同我做得唔好就真，但係而家我係一個前官員，我嚟咗立法會，我就話呢個行政立法溝通得唔好，咁究竟係行政嘅問題定立法問題？我就會詮釋為我而家喺咗立法會，我會令到立法會更加之好咁同政府溝通合作，即係我覺得佢角色唔應該咁樣講，唔合適嘅。咁但係咁樣講即係我都覺得有啲驚奇嘅地方，即係一般人聽嚟真冇乜特別嘅。但係咁嘅講法係有問題嘅。如果我哋正常去咁樣去睇嘅，咁但係 anyway 我哋會話呢一嚿就係一體化啦。咁嚟緊香港立法會選舉，呢個一體化又會唔會就進一步有多啲嘅交集咧？行政立法之間或者司法，呢個就係阿陳子敬同埋唐曉峰啦。特首唔需要做兩屆啦，咁所以其實大家都見到啊，阿岑敖暉出現嘅時候咧，咁大家都戥李家超有啲擔心啦。好合理，咪好合理啊嘛！因為原先諗住係可以做兩屆嚇，將香港嘅污名抹走，點知原來澳門已經話我哋唔需要呢樣嘢，做兩屆唔係必然嘅時候，唔係代表一國兩制成功嘅時候，咁亦都啊呢個唔係一個所謂嘅魔咒啊！呢個好重要，呢個其實都點解我同阿 Ben Sir 開賭話阿葉劉我買10蚊買10磅，佢冇得留低做一個月。我會話佢係用統合主義去處理香港嘅問題。嗱，呢個好有趣嘅。香港以前有好多政黨啦 ，OK， 而家民主黨都係解散啦。咁但係香港從來都冇政黨法，理論上啲係唔係慈善團體就公司嚟嘅，嗰啲係公司嚟嘅，唔係政黨嚟。你話，但係法律上唔係。其實喺澳門從來以今都有一個社團法，佢係話可以成立政治社團。即係呢個政治社團其實某程度就好少嘅政黨啦，因為點解？呢個政治社團咧就係要嚟參政嘅，要嚟參政嘅，你要有持續運作去參與選舉嘅一個組織，咁樣佢可以登記成為政治社團。但係內澳門從來都冇政治社團嘅，即係澳門學社都唔係嘅，正常。因為我問過
唔該咗咁佢話有上日陳偉智我明佢係啦，我哋唔想累人，你哋唔好走埋嚟。因為成立政治社團要有300人，咁你入咗去你就公開咗，咁你就要你受打㗎喎，即係佢話我哋唔想累人，我哋維持一個好細嘅社團 ，OK， 咁就算數啦。咁即係同佢，甚至乎係咩咧？利建潤即係當其時，即係喺2000年之後嗰啲自由工會走出嚟嘅一啲嘅社運人士咧，佢嘗試想搞個澳門嘅工黨嘅，但係最後都壓咗嚟俾佢搞，用任何手段都好，我唔知咩手段，壓咗落嚟，佢係唔成功嘅。咁即係話澳門有趣嘅地方就係、佢有寫住有政黨類近政黨嘅法律，但係從來都冇政黨。但係香港從來都冇一個法律係確有呢啲政治勢力或者政黨嘅，但係又有咁多黨嘅存在。咁但係咧喺呢個咧喺19年之後咧，其實我觀察點解呢度會用國家教育咧，其實我就觀察到嗰、個關愛隊啊，關愛隊我頭先所講就係、即係話各區由政府資助一啲社團係提供啲社會服務，咁呢個其實即係某個程度就係蛇齋餅葉取代咗以前民建聯嘅某些功能係嘛，甚至乎即係你民主黨都要做嘅呢啲嘢係嘛，即係所有嘅政黨某個程度都要做一啲社區服務，我唔理你係派錢派福利派咩都好都要做嘅。咁但係政府話我用關愛隊去做，咁其實某程度我覺得我唔知係成唔成功，但係我覺得呢個概念上係抄緊呢個街族前身，即係幫助我哋揾啲人揾啲嘅社區組織，政府俾錢你去做。到你哋做得有成績，慢慢將佢變成一個社團，由我去主導個社區服務。咁呢一個其實我覺得會係咁樣，甚至乎就係話咩咧？做立法會議員都可能就係同呢啲社團有啲關係嘅。OK， 所以我點解話葉劉你用個黨嘅名義咧？我覺得係政治唔正確嘅。所以我嘅預測係咧，香港嘅政黨係會萎縮嘅，唔單止係民主派政黨，而係你自己親政府嘅建制派嘅政黨，要慢慢轉型。所以新民黨都做出嚟選，之後會唔會？我懷疑會唔會好似阿湯家驊咁樣改名咧，或者改變性質一遲早，甚至乎民建聯我都有一個咁嘅睇法，佢會唔會？因為其實民建聯其實喺北京嚟講應該係似係一個喺地區工作較為紮實嘅一個組織，佢會唔會將佢轉型為一個類近於統合呢啲少少咧地區工作嘅一個團體，就唔用一個政黨嚟話嘅，甚至乎因為民建聯佢都冇個黨喺前邊啊嘛。OK， 我只係提供社會服務，我性質轉型去主要統合社會服務都可以發生嘅一樣嘢。即係呢一個，所以其實我嘅當其時估計就民建聯唔會未必喺呢一次立法會選舉咧有好大嘅所謂被切割。咁但係其他政黨咧，我會相信咧，甚至自由黨都冇有消息，好似都冇消息。OK， 即係差唔多半死，即係可能已經變咗一個幽靈嘅政黨咁樣。咁所以我懷疑就係香港嘅政黨會唔會一係就轉型為呢啲叫社團，OK， 專代表唔同界別或者係提供社會服務呢啲團體 ，OK， 而取而代之就話用一個好政治色彩好濃厚嘅嗰個政黨嘅名稱去做。因為呢個其實都係呢個概念，我其實都當年我都想同阿柳勝華，因為國家統合主義係阿柳勝華，即係其實都係嚟自內地嘅學者講澳門，其實就係用咗統合主義，佢就唔用國家統合主義，係用統合主義。咁但係我其實佢就話呢個統合主義咧就係可以移政黨化，即係話啲社團咧係可以具備政黨嘅功能，但係佢唔係政黨。咁我就咁你即係咩咧 ？OK， 咁呢個其實只不過。佢哋唔想有黨嘅名義，因為點解咧？喺中國嚟講，唯一執政嘅咧共產黨。咁你咁多政黨做咩咧？除非我認可嘅，係嘛？咁所以變咗嚟講，如果要參政，最好嘅就係用社團，就唔好喺澳門嚟講，你記得好就唔好用黨名義啦，唔好用掛政治色彩 ，OK 嘅名義去參與一個地方城市嘅運作。所以我會懷疑就係會唔會喺新一屆立法會之後有好多嘅新興社團喺香港衍生，之後咧慢慢咁取代香港嘅政黨係參政模式。即係頭先我所講，婦聯喺香港
係有，不過唔活躍，或者喺個政治層面咧唔係好出眾。跟住青年嘅代表唔係好過 ，OK， 甚至乎即係教育即係澳門就係呢個中華教育會咁，但係香港冇嘅，香港教聯咧都未成氣候。咁點樣去培植呢啲咁嘅新興嘅社團？喺以前嘅社團令佢變成一個被視為係統整成個香港社會嘅一個比較主要嘅。所以其實我從來咧就冇講話工聯會有問題，一直我冇提過工聯會，因為我覺得工聯會係最安全嘅。OK， 因為佢其實基本上就已經聯繫咗團體嚟，所以佢係最安全。因為你其他非外來組織嘅組織或者人士咧，佢哋係被切割嘅機會係最大。呢個就係啦，喺個立法會嗰個板塊啦，我哋叫做，即係話有啲咩嘅勢力啦，即係你見到基本上冚唪唥都係澳門咧立法會議員有33席啦，你見到喺直選裏邊有14席咧，只有3席我叫做其他，即係個高天賜就係代表公務員也好，或者係土生葡人，即係你今次因為選舉冇咗，即係大家又要出嚟投票，但係又唔知投邊個，唯一可以投嘅就係高天賜嚟，如果你係支持政府嘅 ，OK， 咁所以其實有趣嘅今次個澳門立法會選舉咧，好有趣，同上一屆21年一樣，都大概有4至5萬人咧係唔會投去，所以建制派。咁即係話其實我代北京去詮釋呢個結果咧，就係其實喺澳門社會裏邊，仍然有4至5萬人係軟對抗。係啊，從來都係，因為點解今次你會見到，即係我同 BBC 嘅記者講你唔好睇得太淡，話即係 DQ 咗呢個林宇滔，即係佢都其實半個建制派嘅，不過佢比較 outspoken 啲嘅。唔好睇得咁淡，佢最淡都最多係去翻21年嗰個投票嘅人數嘅啫。一個唔覺意，其實佢動員下，俾啲壓力，可能都會高翻少少，但係應該就高唔過17年嘅 OK。咁但係呢一個而家今次嘅選舉其實已經貼近17年個水平 OK。咁即係話其實佢動得好緊要。咁但係即係話有一批人，我諗嗰啲其實某程度應該公務員或者係離公職比較多嘅。佢哋18月出嚟投，但係咧又唔想投其他，一係咧就投廢票白票啦，一係咧就投咗個高天賜，即係似乎即係連續2屆都係嘅，21年嗰屆咧就少咗幾萬出嚟投票，加埋廢票白票嗱高天賜又係4萬幾5萬。今次咧個票數咧就係同17年接近啦，咁但係咧即係就仍然有4至5萬咧。係投高天賜或者係廢票白票，咁而家嚟講即係話過去嗰10年都係有大概4、5萬人係軟對抗嘅喺北京眼中，我呢個軟對抗佢形容呢批人，咁點處理咧？呢個我唔知道，但係呢個係有趣嘅。咁另外咧就係間選啊，即係香港叫做功能組別啦，澳門即係叫社團咧去推薦由社團去選嘅 ，OK。咁基本上你見得到呢個有趣嘅中總同民建聯，因為有一個人咧，同時係中總，亦都係民建聯嘅領導嚟嘅。OK， 咁所以變咗嚟講有 overlapping membership。咁但係基本上喺間選嚟講咧，12席裏面咧有10席咧都係嚟自呢啲我哋話有社團背景嘅人士，有2席其實就係醫生同埋呢個專業人士嘅啫。咁委任有2個青年啦。OK， 有5個青年，其中1個就係張永春啦。OK， 咁基本上就排局咧就係咁去處理咗。咁但係基本上另外除咗張永春之外，另外嗰4個基本上大家都知其實佢哋同內地都有關係，或者甚至即係同內地接觸好多嘅。咁呢個就係整體上嘅澳門立法會係啱啱呢即係9月選舉完嘅個狀況。咁你可以預示其實未來香港嗰個立法會選舉會係咩樣啦 ？OK。咁所以我一早都講啦，狄志遠嗰啲咧都唔使選㗎啦。謝偉俊嗰啲都唔會選㗎啦。因為好清楚就係，因為林宇滔其實係半個嚟自建制派人士，即係佢其實背景都係嚟自工聯會，跟住走咗出嚟。係曹其真即係前立法會主席咧，支持佢出嚟去參與社會活動。咁但係佢基本上佢嘅 partner 殷新月都係嚟自澳門日報嘅。咁所以俾佢嚟講，佢哋雖然喺澳門嚟講都係叫做 outspoken， 即係冇咗歐錦新佢哋之後咧，
哋係就成為咗即係過去嗰幾年澳門社會嘅所謂唯一嘅主要咧咁嘅主要嘅批評政府嘅，即係都小罵大幫忙嘅一啲嘅力量。咁但係連今次選舉都唔俾佢參選，直頭我開頭我覺得奇怪，你唔參選可以用好多渠道勸退佢，但係點解用到 DQ？ 我覺得好奇怪，好奇怪嘅一樣嘢。OK，咁喺即係直頭係 DQ 啊，又 DQ 啊，又 DQ， 成張名單 DQ 啊！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咁即係話連呢啲所謂較為溫和、小罵大幫忙嘅人士咧，都冇辦法參選，唔好話係贏定輸。我開頭諗一個即係我開頭都覺得佢入唔到立法會，但係我一係就勸退，一係你去選書，你去選書容易嘅啫嘛。OK， 因為其實佢有啲票點嚟嘅，都耐人尋味嘅。OK， 都你知澳門買票嘅都控制票都可以控制得到嘅，咁即係你要控制到佢選唔到咧，又唔係真係好難嘅。咁當然你勸佢係最好嘅。因為最初我估計佢應該係入唔到去，但係會用一個我會話咁粗暴嘅手法去令佢冇得參選，我會覺得有粗暴。咁但係你見得到，連澳門咁乖嘅都要用咁重手嘅方法 ，OK， 去處理一啲人士，你會可想而知喺香港一啲立法會議員，所謂立法會議員，仲可唔可以連任咧 ？OK， 咁其實我已經好大疑問呢個。言論自由嘅持續收窄，我諗論盡澳門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指標嚟，即係我甚至會即係有擔心佢會唔會俾人拉入封號嘅，因為佢係論盡澳門就係澳門即係最主要嘅自媒體嚟嘅，即係佢批評嘅政府好多嘅。咁但係近年咧，政府基本上咧就話我哋唔會接受佢採訪啦，亦都唔會俾佢進入政府嘅範圍去採訪啦。之前即係去立法會做採訪嘅時候咧，就唔俾佢入去採訪咧，就因為個主編同啲官即係立法會嘅保安有啲嘅對罵，之後咧就拉咗佢哋。而家唔知道告定點告。咁但係我會覺得就係呢個打壓係好清楚，之後唔應該有呢個自媒體嘅。喺澳門嘅自媒體係應該被打或者係叫做收編，應該係要咁樣，我會覺得。咁所以變咗嚟講，如果澳門咁乖，留一個自媒體得唔得？都唔得。咁你可想而知香港，即係所有嘅自媒體或者言論，因為咁講就係我嘅睇法係個方向係個社會嘅言論自由喺港澳都要持續收緊。呢個收緊我唔知道咩原因，我覺得應該北京係有擔心。呢個擔心係我唔知佢係打仗啦，真係覺得自己好不安啦，定係咩原因？但係我覺得佢呢個收緊嘅情況係要不斷去加壓嘅。進一步加強香港同內地居民嘅交集，即係內地居民如果香港啦，呢個頭先香港引入更加之多外勞，所以大家唔使諗，即係香港話失業率高冇問題，你繼續高，你翻內地做咯 ，OK， 咁勞工落嚟，你去內地做啲中高尚啲嘅工作，不過人工就香港嘅一半啦，都可以嘅，吸引更加之多嘅學生，即係呢個其實未做到嘅 ，OK， 未做到嘅，咁但係我懷疑會將來會做多啲點樣去做咧 ，OK， 咁但係澳門又容易做啲嘅，因為佢只要俾 financial incentive 就做到嘅獎學金。即係澳門嘅學校咧，如果收啲中學生校長推薦嚟嘅，收佢咧有獎學金，即係唔使交學費，係可以有個反映出嚟。但係香港嚟講得唔得咧唔知道。咁所以呢一個範疇我懷疑呢個佢咁耐都未推得到，或者未跟澳門去推咧，我覺得有啲奇怪嘅。有更加之多嘅內地生去香港讀書就係咁嘅啦，一定係。OK， 呢個咁交集上調係點解？因為喺澳門讀書可以攞身份證咯。咁呢個係可以預期。北部都會區，呢個其實我近年去留意嘅，即係其實北部都會區，我會覺得佢可能會參照橫琴嘅發展模式，即係你知道橫琴咧係澳門隔離嘅一個島，但係個面積係大過澳門。咁即係以前即係我喺澳界嘅時候就喺橫琴度住同埋教啦，即係將來搬咗去橫琴，劃咗一忽地。就話係 under
麥卡嘅 jurisdiction，OK， 即係澳門租嘅，OK， 都40年嘅，租到2049年嘅。咁但係而家講緊嘅橫琴嘅發展係點樣咧？即係橫琴嘅發展咧，就係話啊，其實澳門有參與嘅，就成個橫琴島唔係淨係澳門嘅校園，而係成個橫琴島澳門有參與。佢哋成立咗一個叫做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理委員會。呢個委員會澳門嘅特首係主席，不過有雙主席。OK， 廣東省嘅領導同埋澳門嘅領導就係呢個深合區嘅委員會主席，雙主席。然後下邊咧就有唔同嘅司長或者內地嘅官員坐埋喺呢個管委會裏邊去管理呢個橫琴，制定政策喺呢個島上邊。咁有啲咩措施咧？裏面其實點鼓勵？其實係想鼓勵嗰啲澳門人去橫琴用船。佢有啲咩做咧？橫琴單牌車進入橫琴啦，即係澳門單牌車進入橫琴，即係你喺澳門有架車，你可以直接進入橫琴。OK， 最初咧就唔可以去廣東省其他以外地方嘅。未來就傾緊話應該會開放㗎啦。就係你點可以用澳門架車入去橫琴咧？你係喺裏邊工作，或者喺裏邊有樓居住，OK， 有物業開公司，OK， 有投資，就有呢個特權啦，OK， 去攞你嘅澳門車，唔使攞兩地牌，就直接喺內地揸車，OK， 呢個係第一。第二就係有一個叫做澳門新街坊地產項目，就係由呢個澳門去發展嘅，即係整一個地方，就係咧喺澳門俾錢起，澳門政府俾錢起，然後賣翻俾澳門居民。OK， 等於一啲嘅所謂類似於經屋咁樣，但係冇入息審查嘅，即係你入去賣俾個澳門居民，即係淨係賣俾澳門居民。OK， 跟住你投資又好，你住又好，咁裏邊哇呢個新街坊咧，理論上咧上網係唔需要翻牆嘅。OK， 咁即係鼓勵澳門人入去橫琴度居住。大學城啦，唔係澳門大學，大學城係最新嘅陳浩輝先生報告裏話喺橫琴整個大學城，即係將所有澳門嘅主要大學啊，澳門大學本身已經喺橫琴嘅大學整，再喺橫琴裏邊係 under 內地嘅 jurisdiction 咧，整一個大學城咧，有澳門大學、城市大學、科技大學、旅遊學院、理工大學、理學大學同理工大學嗰種係升咗大學，咁做一個大學城，咁就專收內地生啦。OK， 咁啊投資200億。咁二線海關呢個二線海關係咩？其實我06年已經同佢哋講話，你哋應該因為06年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開始已經講咧，澳門土地太細咧，發展唔到。哇！跟住啲人就話要攞埋橫琴，不如叫中央俾埋橫琴澳門管啊！你唔好傻啦，你哋唔會俾你嘅，珠海唔會俾你哋嘅。你攞咗佢話唯一一個方法係咩咧？將珠海變成為一個二線。OK， 點樣同澳門融合？即係話我提出當時嚟講係變成特區中嘅特區，即係類似翻咧。其實當年咧深圳咧有二線嘅，點同香港融合咧？係類近於咁嘅概念。你唯一嘅做法係咁，我而家嘅方法都係類似嘅，即係話可能將會做到係咩咧？進入到橫琴嘅人咧就可以自由往來澳門同橫琴。OK， 跟住咧個海關咧就係橫琴，因為個島嚟㗎嘛，咁你只要喺橫琴接壤內地嘅邊境，即係唔係邊境，接壤澳門橫琴接壤呢個珠海其他地方嗰啲橋嚟啫嘛。你整一個所謂 check point， 跟住叫做掛名，有一個所謂二線海關就收工。我估佢嘅發展模式會係咁樣去走。為居住在橫琴的澳門居民提供澳門嘅社會服務，即係由啲社團或者政府甚至乎政府咧，通常揾社團係喺橫琴裏邊咧就提供社會服務，即係教育、醫療。其實喺澳門人，我都頭先冇講，即係澳門嘅社團咧，其實係可以透過政府資助咧提供醫療同埋教學嘅。即係頭先公聯啊或者街總咧係有辦學校嘅，亦都有啲民建聯都有呢個社區嘅醫療診所嘅。咁佢哋就可以透過社團咧去提供啲社會服務喺呢個橫琴裏邊。而家近期開始討論嘅就係點樣增加同橫琴嘅通關口岸。即係而家有一個喺澳門大學隔離嘅，即係我都冇用過。OK， 咁大家可以打
條橋咧由澳門嗰個大學咧就跨過去嗰個叫橫琴口岸。但係而家最新開始討論咧就可唔可以咧喺澳門其他地方咧整多3、4個口岸係連接橫琴嘅？咁好有趣，即係個地方唔係咁大，你仲要整多3、4個咧，其實仲多過喺澳門即係北區嗰邊嘅關閘。咁所以其實好奇怪，咁即係其實呢個係咩咧？其實就係類近於我覺得係點樣將橫琴同澳門融合一體，融合一體。咁所以如果配合翻喺北部都會區，其實呢個都係有少少差值。咁當然北部都會區香港發展嗰部分咧就係香港境內啦。咁但係亦都其實佢嘅計劃裏邊都話點樣同前海深圳嗰邊咧係有一啲嘅融合，叫簡單融合咯，我叫融合，我都唔知用咩嚟講，即係有啲對接應該咁講。呢個對接應該點樣去做咧？咁其實可能北部都會區做緊嘅嘢，某個程度可以俾佢哋，甚至乎即係頭先都講福關口站啦，會唔會有啲嘅所謂2線嘅海關啦 ？OK， 甚至乎就係咩？嗱，而家香港嘅單牌車去內地咧，要經港珠澳㗎嘛 ？OK， 要經港珠澳，咁你硬掘俾人係150蚊人民幣㗎嘛，要俾一程。咁就如果你係喺個北部都會區或者係喺呢個前海有投資居住嘅，有香港居民嘅，係咪可以有一個所謂單牌車上去咧？嗱，呢啲都係可以參考嘅一啲嘅政策，我唔係一定嘅，即係預示嘅就係根據澳門呢啲咁嘅模式咧，係可能反映到喺北部都會區裏邊會有啲咩嘢。好，最後其實呢個我就做一個總結。其實喺澳門嚟講咧，即係大家都講自1231966年67年幾2三事件之後，澳門成為半解放區。咁之後咧就北京嘅影響力咧喺澳門就好大嘅。咁即係其實你咁講，其實大家都講其實係咪澳門喺1967年1月就已經正式回歸咗咧？嗰個就係由葡國去管治咧。咁但係喺澳門嘅經驗，其實你過去嗰半世紀66年到而家，其實我會歸納為，其實可能北京嚟講係用咗50年嘅經驗，係點樣去將澳門翻去你自己嘅懷抱裏邊，或者翻去中國嘅真正懷抱裏邊。所以呢個澳門化其實意思就係話，透過一啲嘅不斷嘅喺澳門嘗試嘅一啲嘅政策或者係做法，係令到澳門更貼近於內地嘅。其實用咗50年嘅，即係由67年開始到而家差唔多50年。咁對北京嚟講咧，喺香港嚟講就唔係，因為佢就算67暴動之後都冇辦法好有效咁掌握到香港社會。咁所以其實到回歸之後，佢嘗試係用一啲澳門過去嘅經驗咧，係去處理香港嘅問題。其實如果甚至頭先我想講統合嘅問題咧，其實喺回歸初之前啊，其實即係我哋做香港研究都話有好多嘅社團出現咗，即係香港港島各界社團聯會啊、新界社團聯會啊，呢啲其實都係類近於統合。我用呢啲咁嘅社團去統合地區力量去參與政治，只不過你見到近年咧呢啲喺回歸之前所成立呢啲社團，好似就消息匿跡咗或者靜咗，或者所以，但係未來一段時間會唔會重新開啓翻引擎，去用一個咁嘅統合去處理香港嘅問題咧？咁呢一個我諗都會係一個做法。咁但係我諗值得去留意嘅時候咧，就係、有啲嘢又係完全香港跟澳門嘅，亦都我唔會咁樣去講。而我話香港同澳門喺度拖拉，其實大家都喺度試緊一啲嘢。北京喺一個唔同嘅時候，適合嘅時候，佢就試一啲嘢。其實例如一樣嘢，其實有啲嘢係香港行先嘅，內地駕照互認，即係駕駛執照。香港係2002定03年就落實咗，同廣東省簽呢個協議，就話互認車牌啊嘛，係嘛？即係香港嘅司機可以去內地去換一個內地駕駛執照啊嘛，內地人走去香港去換一個駕駛執照啊嘛。呢個其實喺2000年初已經2022、2023已經有嘅呢個政策。澳門係19年之後先有。澳門守得好緊呢個關，唔係就澳門守得緊，
而係澳門社會啲人鬧得好緊要，鬧得好緊要。甚至乎鬧到我都得益，因為我要救亡當年政府當佢最初第一次提出話要喺澳門咧同內地有駕照互認咧，啲人鬧得好緊要，話我佢嘅時候話佢哋成日都以為啲學者係盲人嘅時候，都揾啲學者咧幫政府吹得好好。咁我做完咧話，我之後話我都話係唔係唔得嘅，你先解決呢啲咁嘅問題咯，你一個配套解決咗佢哋嘅問題咧，咁市民就唔會反對㗎啦。即係你唔解決市民提出嘅反對原因咧，硬推咧係唔得㗎嘛。咁之後揾咗我去做呢一樣嘢。咁但係其實之後提出咗2、3次咧都唔成功，直至到我想講19年香港失守之後咧，啲嘢就去得好快，因為封關啲嘢去得好快，咁就政府即刻唔知21年就推咗啦，OK， 就推咗。咁所以呢個係香港行先，澳門行後嘅 ，OK。國安公署啦，澳門冇國安公署嘅，因為國安公署就係香港喺危急嘅時候就成立咗國安公署，但係澳門有冇？澳門其實當年係有討論過嘅，以我所知，其實大家都追緊澳門需唔需要有咧？咁但係你留意其實國安公署當其時，如果提出國安公署有啲咩嘢咧？其實第一時間我就諗起黃少澤當其時保安事，你成立國安公署咪即係上去權咯？你上我權我啦係唔制啦。咁呢個就其實係變咗係咩？佢內部嘅一個嘅競爭，我唔講話鬥爭係競爭。咁最後其實冇。你最後其實咧，而家我見到咧，其實呢個我都覺得香港你遲，不過又唔知係唔係。最後咧喺北京嚟講，香港都有一班國安去處理香港國安問題啦。咁內地嘅國安點樣處理澳門嘅國安問題咧？其實佢就透過中聯辦。而家好清楚啦，中聯辦其實有一批人係嚟自國安嘅，佢哋就會被委任入去澳門嘅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裏邊做顧問。佢有3個嘅，3個係嚟自中聯辦嘅，一個當然係中聯辦嘅主任啦，另外有2個係技術人員，佢叫提供技術。咁咧其實係有國安背景嘅，咁即係話佢將中聯辦去統合咗嗰個國安力量。一個佢叫 umbrella 啦，但係佢係咪直接由中聯辦官員會咧？我唔知道。咁但係佢就用一個中聯辦作為一個 umbrella去處理咗國安嘅要員喺澳門嘅角色。但係香港咧，國安公署因為當年有啊嘛，而家唔可以冇啊嘛。咁但係咧，其實有趣嘅地方，大家留意，當年鄭雁雄調咗去中聯辦做主席，做主任嘅時候，其實我覺得有個有趣嘅地方，呢個會唔會其實都好似澳門咁樣，但係又未必直方無賴嘅，由一個前國安公署嘅署長去中聯辦，係咪其實佢係統領緊香港嘅國安公署？係兩邊佢都有影響嘅。咁我而家冇辦法知得，我只係有一個咁嘅諗法嚇。咁但係似乎而家即係喺國安嚟講，都係用香港嘅警察為主做嘅啫。咁所以背後佢哋點樣去統籌，係咪其實中聯辦係處理翻或者統籌翻呢個內地國安喺香港嘅角色咧？咁呢個有待驗證。但係我喺澳門嚟講，而家我觀察到咧，就係知道中聯辦角色就係作為一個傘吸納咗內地嘅國安去處理澳門嘅國安問題。咁所以整體而言，其實我會覺得所謂澳門化會變啦，跟住香港亦都可能某程度會跟澳門啦。但係喺香港特殊情況之下咧，佢有自己嘅做法。咁但係咧呢啲咁嘅做法咧，由某個程度咧拉攏埋澳門都要做。咁即係大家係拉扯，我話一個拉扯嘅一個動作咧，而慢慢咧將完成呢個一國兩制嘅使命，咁咧變成呢個所謂兩個地方完全融合內地嘅一個城市咯。咁呢個其實就係我想今日所講嘅，亦都係我嘅結論。OK， 好，咁我就花時間啦。OK， 可以同大家再溝通交流下。好，多謝啦，呢度好詳盡同埋一個好更新嘅一個同大家分享翻佢20幾年澳門研究政治研究嘅經驗。佢自己無論係出版啦，
無論係佢自己即係落埋場去做一啲可能係訪談啊，佢自己個人嘅觀察各方面咧，我好相信即係嗱，當然你話究竟澳門研究或者唔好講澳門研究啊，講到我研究澳門政治，其實即係有幾多人啦、即係如果你都做埋休咁，其實我都唔知跟住落嚟究竟喺學術界或者甚至澳門有幾多人研究澳門政治啦咁樣。好啦，咁啊而家時間係交翻俾台下嘅朋友，咁如果有問題嘅話咧，就舉一舉手，我將個咪交俾你，就可以將問題講出嚟，或者可能我嘅問題，或者一啲觀察，或者一啲睇法，咁亦都可以喺而家透過呢個上面文字咧，去到即係講嘅。好。余教授，頭先啱啱睇到個新聞都有啲關係，就係香港嘅海外督察協會，因為有人退休，成個協會都執埋，佢已經78年歷史啦。咁所以頭先有問過就係話，香港本身有呢啲好殖民地嘅勢力啦、教會啦、海外嘅督察啦，或者英國派過嚟嘅人啦。咁喺而家嘅形勢之下，未來佢哋嘅角色會再加縮細，定係會只能夠守住個位？咁我頭先同你分享就話我以前做天主教香港教區，咁澳門嘅主教曾經係非常之辛苦嘅，咁早幾年換咗一個新嘅主教去，咁但係呢幾年嚟成個主教好似乜嘢都冇做過，啲嘢係繼續守住喺度。咁但係呢幾年以來嘅變化對於香港嘅啟示會係點？我諗如果你用海外嘅力量，即係話海外嘅組織，港澳之間關係，我就會有啲擔心。即係我用歐錦生嘅例子，其實即係一個好悲慘嘅一個，即係佢係被拉咗喺個國安法，即係首名喺澳門用國安法拉嘅前議員啦。咁罪名就話其實喺外國勢咯，即係接受外國嘅媒體啊，或者係組織嘅提供資料啦。咁即係喺外面講嘢都唔得。OK，我嘅認為就係你同外邊嘅媒體講嘢，同外邊嘅官員講嘢都犯國安法。咁即係話意思配到就係我懷疑就係話喺北京嘅立場嚟講就係要將港澳地區裏邊嘅人要同外邊嘅政治世界切割，唔可以有任何聯繫。咁所以變咗嚟講，你話我觀察到係咁樣咯。我而家睇到，咁所以變咗嚟講，你話嗰啲組織會係點樣？喺香港嘅組織，如果你再嘗試同外邊嘅組織有比較多嘅聯繫咧，或者同外邊嘅媒體有多啲聯繫，我會擔心佢哋嘅走向會係點樣？咁即係去中研院開會都好有可能熱喎，應該。咩咩？去中研院開會都牙煙。係啊，你見到啱啱中研院就已經 blacklist 咗啦。即係我會睇到就係，因為歐錦生嚟之後都好，即係佢安唔到個罪名俾佢，就係話佢同外國勢力咯，外國勢力就係俾資料啲外國組織咯，即係俾資料。歐錦生都離開咗呢個體制啦，係咪先？佢只係一個普通市民，佢就算向其他人表達意見，佢都唔會係一啲敏感資料喺理論上，我相信啊。除非係有啲我唔知嘅資料，但係理論上應該有好多嘅呢方面嘅。但係我嘅理解就係佢嘅案就之前係警示緊所有人，你哋唔可以同外國嘅媒體、外國嘅團體有任何資料性嘅往來都唔得。呢個似乎係我睇到。好，下一位。我哋咧就喺香港咧就經常即係覺得咧，即係香港有相當數量咧嘅地下黨員嘅，咁就即係包括工聯會啦、民建聯啦。咁我點解覺得佢係的係？因為佢有啲人即係我覺得佢好大機會啦係地下黨員啦。咁我唔知即係香港喺嗰個地下黨員個情況同澳門即係地下黨員啦個情況咧，係點樣去比較？因為我唔知你頭先你講好多都係喺內地
出世，又去澳門管治，即係扮演呢個角色。咁喺香港都有，咁但係因為有土共啊嘛，香港土共都好惡㗎喎。啊，如果你啲外來嘅人係真係樣樣都要攞晒嘅話，可能香港嗰啲土共又會好高興都唔定。咁我唔知澳門有冇土共啊？香港同香港嘅土共比較咧，即係兩者嘅勢力，個 bargaining power 呢會係點樣？類似嘅問題10幾年前情場傾過偈都問佢呢個問題，我都唔識答呢個。但係咁講，如果你講話澳門所謂嘅土共，即係其實我會感覺上澳門咧其實已經好 well integrated in the mainland Chinese politics。咁即係意思就係佢哋會同內地有一定嘅聯繫，佢哋會反映意見，但係佢哋會就範。咁但係咧佢哋唔係，我以我嘅觀察咧，即係我唔可以講咩人啦。以我觀察嘅就係佢哋未必喺個澳門嘅事務上面有好似你所講香港嘅土共咁有話語權。因為我諗一個重點係咩咧？即係澳門基本上已經好依賴內地，咁所以咧，澳門參政人士，尤其是建制派裏邊咧，佢哋唔會直接咁同內地嘅係有一個抗爭，或者甚至乎佢哋咩？佢哋必須要倚重，例如賀一誠呢啲，呢個可以唔知，佢要倚重一啲嘅所謂浙江派去支持佢 ，OK， 即係佢要同有內地嗰啲派支持佢先至可以有一定嘅影響力。咁甚至我知道某些所謂李氏力地下黨員嘅人都被marginalize，甚至佢屋企人都係㗎。咁我以我所知，咁但係呢個其實都講翻就係呢個我預示咩咧？我預示就係其實香港嘅所謂土共咧，其實將會失勢嘅，亦都可能失勢。你睇一睇嚟緊民建聯會唔會改組？點改組法？有啲咩人會入去？你會見得到，即係話應該咁講，由90年代開始扶植嘅一啲嘅力量，究竟佢嘅角色有幾重？所以你其實頭先我講黃少澤啊、張榮春呢啲，佢究竟算唔算土共咧？或者係定係代表咗內地咧？係嘛？其實即係意思喺呢啲已經係佢哋都 integrate 咗，其實大家都分唔到佢同內地之間嗰個分野喺邊度。但係佢又真係有啲影響力。咁所以，但係民建聯就好清楚有一批啊，即係其實甚至乎即係張學成都係㗎，係嘛？即係佢哋創黨嘅一班人，基本上都係。大部分啦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㗎，即係香港受教育。只不過佢哋就會覺得呢個共產主義係好啲嘅，咁去參與，亦都覺得用一個參政模式去參與回歸，去支持呢個未來特區或者國家發展。咁呢個係佢哋做嘅嘢。咁但係個意識形態其實可能唔係好近我哋嘅，相對嚟講冇咁近。咁但係佢哋係支持我哋嘅。咁所以我嘅睇法就係、其中一個原因我離開，我講一個理論，我唔知有冇同你講。我嘅理論係咩咧？第一批要處理嘅係台灣、香港人士，第二批就係啲土共，第三批就係佢哋自己內鬥。咁所以我提早離開係，我留翻啲空間，你哋可以自己早啲開始下步。係其中一個原因。但係我嘅睇法係我暫時都覺得我係啱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有人問過我邊個最危險喺澳門，我話唔係我講真就我㗎啦，我仲同你哋講緊嘢。咁我都覺得，因為我嗰陣時其實我未離開之前已經擔心如果持續同外邊傾偈咧，係會出事。咁而歐錦新嘅例子其實都好清楚。即係我會睇成係好清楚，你持續咁樣同出邊，即係我哋坦白咁講，喺北京眼中我好溫和，即係亦都好，即係咁多年我都有同佢哋交流，甚至乎19年我都勸佢哋，你哋 before 19年，即係 before 即係6月9號，我喺3月同佢哋講你哋咁做，你哋放棄和平搞台灣，你哋放棄一國兩制。
你哋放棄香港國籍咁唔同，我就個嚴重性喺呢度，你哋接唔接受？你哋接受嘅幾多？因為我已經講得好清楚，因為我哋讀過政治，我哋知道其實香港個角色就係由一個政治嘅角色演化成一個金融嘅或者係經濟嘅角色啊嘛。你將佢呢個政治角色削咗嘅時候，佢個金融角色咪冇咗咯，經濟角色咪冇咗咯。其實我哋知嘅，不過佢哋好似唔知喎。我即係我話好似冇讀過書咁樣，即係我有即係其實大家有偈傾啊！即係我同佢哋好溫和，即係喺度，即係喺香港某些人講有太過溫和係咪建制添？咁但係即係我定位就係喂，咁咪我就係將我哋見到嘅嘢，好話俾你知，用你可以接受嘅方法話俾你知，可以。咁但係即係似乎就係冇話，即係其實一講完之後係我會話係一個係咪一個行星已經過咗臨界點，係撞落去個地球度，冇得翻轉頭嘅。9年，即係我會咁樣去比喻咯。咁所以其實頭先我所講嘅就係，所以唯有就係我哋見到個趨勢係咁樣，呢個摧毀性係點咧？我嘅猜想係摧毀性嘅逐班人要處理。咁我應該係其中嘅一班，不過可能後少少嘅啫。OK， 都唔後嘅，其實喺前排。OK， 因為點解？啲人走下就到我㗎啦。即係我唔喐啊！我唔喐嘅時候都會輪到我㗎嘛。啱啱新都係㗎，佢唔喐佢都輪到佢㗎，即係好清楚嗰個狀況。咁所以點解嚟講咧？而家睇個軌跡咧，似乎都係原先嘅諗法咧，都有8、9成似喎。係咁樣就，但係之後係咪咧唔知道。咁但係佢呢個評咧都唔知道。咁所以會唔會民建聯過去嘅即係啲過去嗰10幾廿年栽培嘅人會被標推落嚟咧？唔知道，但係我相信機會大。我相信民建聯係會轉型嘅。我相信唔會滅咗個黨。我佢需要轉型，轉型到一個類近於一個社團背景，或者甚至頭先我講係咪可以做到社區角色嘅一個組織。休息。係啊，而家咁我有個問題關於澳門咧，就係你頭先講咗好多唔方面，就係澳門點樣繼續內地化啦。咁但係即係澳門嘅所謂一國兩制仲剩翻啲乜嘢咧？或者對於中國嚟講啦，中共嚟講啦，留翻呢個一國兩制呢樣嘢，仲有啲咩嘅理念價值咧？即係對於即係已經講澳門嚟講啦，又仲有啲咩作用咧？其實大家睇四中全會都冇乜點講一國兩制啦。咁基本上喺我眼中，其實早2日嗰個四中全會出嘅稿，其實都預示咗其實可能一國兩制即係完成咗歷史任務。即係喺北京眼中，我話有就有㗎啦，你哋唔需要理佢係咩嚟㗎。咁我喺我眼中其實喺北京嚟講就，其實佢都好，我覺得佢呢個係比較專一嘅，或者比較一致嘅 consistent 嘅。佢咪就係 devolution 咯。我話你有，你冇㗎啦。即係你有啲咩權係我話，咁其實從來佢都係咁嘅嗰個論調都係咁。呢個要俾翻 credit 佢嘅。佢其實佢冇講大話嘅。佢話你有幾多咪有幾多，係我話事㗎嘛，你冇剩餘權力㗎嘛。我話有幾多有幾多，呢個係即係呢個係佢係好一致嘅。咁所以你而家話有冇一國兩制？佢話有㗎，你同內地唔同啊嘛，係咪先？你有自己嘅體制啊嘛，你個體制唔係完全同內地一樣啊嘛。咁但係呢個係咩？你呢個咁嘅體制對我係有需要啊嘛，我覺得有需要我俾你咯。甚至乎以前有個我諗應該係講完嘅即係我哋學校呢樣嘢即係好睇嘅，就係賭權係北京俾澳門嘅啫嘛。如果第日北京話內地可以開賭，咁咪澳門咪死咯，係嘛？即係佢係咁嘅思維㗎嘛。即係我俾你就俾你咯，我唔俾你唔俾你咯。即係佢哋係好 consistent 咁樣諗嘢。咁所以其實佢呢方面咧係冇講大話嘅。OK， 咁所以重點就係佢而家話，我覺得你呢個係有角色嘅，我賦予你嘅，我係俾你，而同內地唔同嘅。咁法制唔同啦，係咪先？行政體制唔同啦，係嘛？立法會會唔會遲啲一體化咧？遲咧可能係
行政嘅體系可以有啲唔同，民間嘅組織有可能都要接軌。咁但係最重要啦，下一步我諗，呢個一國兩制喺講我哋嘅重要就係嗰個港元嘅角色，仲有冇港元？自己講話同人民幣掛啊嘛，係咪？因為今日信報就已經有話啲黐線嘅，係咪先？即係唔可以噶嘛。咁就係，但係個港幣有冇角色啊？因為我唔係專家談到嘅，就係當港幣都冇埋角色，因為澳門都係 tap 香港㗎嘛。OK， 澳門幣其實係靠香港幣㗎嘛，佢唔係 tap 美金㗎。咁所以香港幣如果係 tap 人民幣，咁澳門幣咪一樣咯。咁成個金融都唔需要處理啦。咁但係坦白咁講，老實咁講，其實香港同澳門都係一個內地走資嘅一個渠道啦。你唔好合法或者非法都好啦，都係一個走資渠道。咁但係呢個走資渠道其實係咪完全損害國家利益？我睇個樣又唔似係。即係但係你要係喺國家容忍嘅範圍內去走資。咁呢一個，所以佢維持住呢樣嘢係有一個角色。咁如果你話我唔要一國兩制又唔得啦，咁呢個對國家利益唔好啊。咁即係意思就係我嘅理解就係有啲嘢係好嘅，咁係咪話一國兩制咯？有啲嘢我覺得係唔好嘅，我哋一國兩制之下都可以跟內地㗎。咁所以佢要維持先翻一國兩制個牌頭喺度。咁喺但同在港在澳嘅人士個理解一國兩制咧，係可能好大分別嘅。咁但係我話有我有啦。OK， 咩樣係我話事，因為主要係咩？剩餘權喺我度。OK， 所以基本法我都係修改。OK， 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樣嘢我話有啦，大家唔需要討論啦。因為我係北京咁樣講。喂，呢個講法咧，真係好似咧，我同你有夫妻之名，但係我可以唔俾入睡房，唔俾佢同我瞓，有時趕你出街，有時叫你翻嚟幫我洗碗洗，但係有時又要翻嚟咧招呼下啲朋友喎，咁嘅情況。好啦，有冇朋友有睇咧？哦，係。嗱，其實香港同埋澳門咧，都已經進入呢個50年不變嘅一國兩制嘅下半場㗎啦。咁我記得其實大概1年或者2年前咧，曾經咧有個報道就講呢個所謂荃灣一體嘅政策啊嘛，即係呢個大灣區應該係一個體制，而唔係而家3個體制啊嘛。咁你係點樣去即係睇下呢個咁嘅趨同啊？趨同我哋知道到最後都係一樣，一定係趨同嘅，因為呢個大一統嘅思維之下，好難話長期存在喺我哋偉大嘅共產黨統治之下，更加冇可能。呢個係國恥嚟㗎嘛，即係存在一國兩制呢樣嘢。咁但係一國兩制大家亦都知道，初期時係為咗台灣統一呢個問題啊嘛。係啊。咁呢個咁嘅政治形勢之下，點樣睇呢個趨同咧？我唔知你所講呢個趨同係咩意思？荃灣一體一個政制，一個政治體制，一個法體制，一個政治。頭先我所講就係、你對我有呢個功效嘅時候，咁我做乜嘢改嘅？係嘛？即係，但係你為我製造問題，我就改你啦。咁所以我嘅睇法而家就係、你所謂嘅一體化咧，如果話人員之間嘅往來一體化，即係話自由流動咧，我相信會加快嘅。OK， 我相信會加快。但係你所講嘅嗰個體制啊、經濟啊、政治都可能會趨對唔同，但係喺經濟上面咧。嗰個貨幣尤其是金融嗰度咧，如果你話一體化，咁即係話其實現有嘅港元制度係冇鬼用嘅對國家，咁就會一體化。咁但係我睇唔到暫時啦，呢一個係冇鬼用，係有好重要添啊，係唯一條嘅吊，即係吊命繩嚟嘅。OK， 咁所以咧，唯一就係話我見到如果港幣都冇埋咧，咁就即係完成啦，一國兩制都唔需要有啦，真係唔需要有。所以你嗰啲一體化咧，佢其實唔需要個體制一體化嘅。即係點解咧？即係其實佢嘅作為就只不過喺個灣區呢啲地方，大家嘅處理手法一模一樣。所以唔同地方啊都有唔同嘅處理手法啦。喺中國嚟講，咁如果我哋話喺個灣區裏邊你香港嘅處理手法同澳門處理手法同內地或者另外嗰9個城市嘅處理都唔同，有咩問題啊？
佢對佢嚟講係嚟冇問題。OK，因為本身佢哋都容許佢哋有自己嘅一啲嘅少少唔同嘅地方，只不過港澳地方同內地嘅所謂嗰個處理手法係有啲唔同。所以你諗下，香港揸右軚車，內地揸左軚車，點都睇法啫，一睇法唔到㗎，係咪？但係你諗下，英國揸車去歐洲都得嘅，OK， 都可以㗎。即係我哋係唔同，但係我哋係可以好融洽咁相處，或者係可以接合得到嘅。咁我所以你所謂一體化先，我就理解就係佢哋好容易咁樣去對接大家嘅唔同。咁但係而家已經做緊嘅，基本上做緊，但係貨幣係唔可以亂喐，內地嘅錢唔可以亂流入香港，因為都驚走資，係嘛？咁但係香港留住呢啲嘅港幣係作為一個外資，或者係其實係走資嘅一個渠道，係需要香港。你見到其實頭先講喺陳志係咪透過香港做啲咩嘢啊？係咪先？咁佢係需要香港有咁嘅角色。即係我哋諗翻喺回歸之前，香港都係做緊呢啲嘢㗎，某個程度。不過對接翻就向內地去做呢樣嘢啫嘛。亦都某程度可能係灰色，甚至係犯法，係嘛？都會有嘅呢啲咁嘅嘢。咁所以一體化，我嘅睇法就係人員往來係自由化，呢個就係呢個一體化想做嘅嘢。因為點解？人員往來自由化，大家多咗接觸，大家要互相遷就大家嘅唔同，梗揾到一個方法咧去融合嘅。咁但係大家嘅體制仍然可以唔同。咁呢個我覺得個人員活動係另一樣嘢咯。另一個想又唔係追問，但係我比較有趣，即係你啱講咗咁多，即係中國一體化，即係 OK， 即係香港喺2020年後近乎被清洗嘅，但係即係我自己會比較好奇另一個現象就係、即係我就係香港整體就係、你係話即係經常2020前係有一種係現象係所謂嘅香港人向北京投誠或者係表忠嘅一個現象，即係當2020年後香港嘅內部政治體制已經一清洗成咁，即係我哋假設咗你2020年打後一個香港人係可能一個前民主派政客，佢想向北京投誠，有冇呢個可能？或者係即係香港嘅所謂投誠，做緊咩價值？即係話香港即係所謂新香港人對於北京做咩價值？即係如果係佢覺得已經100%控制到，但係佢又即係我相信短時間之後北京都唔會咁相信新香港人嘅，即係香港人自己仲可以有咩價值？即係如果仲喺香港嗰班人，我就知啦。繼續生活咯。因為唔係嘅，其實你睇我諗你而家睇江文慧一個例子啦，係咪先？係梗係有啲人係需要嘅，咁但係江文慧究竟有啲咩特質，我就唔好清楚啦。即係除咗係一個金牌運動員之外，咁仲有啲咩特質咧？即係其實梗有啲人係有價值嘅，喺北京眼中唔好話完全係冇嘅，只不過佢即係我哋大家嘅價值體制唔同啊嘛。即係我哋睇你有冇價值同嗰個人，即係北京睇嗰個人有冇價值係唔同嘅嘢嚟嘅。咁好簡單，我就算係我可以咁樣講，喺以前嚟講，北京覺得我有價值嘅，我而家留喺度，我一定係死罪嚟嘅。係嘛？我要繼續同出面講嘢都係唔得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其實喺唔同時候，佢咪覺得你有唔同價值咯。咁所以話落得低嗰啲你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李梓敬，自由黨嘅嚇，佢做得好成功啊，係咪先？佢做得好成功喎，李梓敬點由自由黨洗底係咪變成一個北京都覺得你仲有價值嘅人啦，係咪？咁所以變咗嚟講，唔係唔得嘅喎，即係唔係唔得，只不過你嘅做法唔同啫嘛。而喺我哋眼中，我唔會做呢啲咁嘅嘢咯 ，OK？ 咁但係而家係需要有啲人做呢啲咁嘅嘢啊嘛，咁你做唔做？邊個做？咁咪有價值咯。咁所以你話留得低嘅，又唔有啲嘢唔想做嘅，咁咪繼續生活咯。咁但係有啲嘢你係唔可以做嘅喎 ，OK？咁咪就係咁樣咯。
即係我理解嘅就咁，所以變咗嚟講，我都講我離開，咪就唔想咁樣咯。好啊，仲有冇朋友有問題咧？哦，好。帶個咪後面啦，最後面嗰個。多謝袁教授。頭先一聽到咧，即係有一樣嘢對我好震撼，因為我對香港同澳門歷史都有興趣。因為你講話其實原來當年係北京直頭向澳葡政府施壓，叫佢唔好去升一啲本地華人嘅人做高級公務員。唔係冇，你冇因為一陣聽到啫。冇。我講錯咗。我 say sorry。唔好意思。因為或者咁樣啦，咁嗰個就忘記咗佢啦。你或者問一個好 straightforward 或者大家可以研討嘅問題，你覺唔覺得而家黃少澤就係其實佢係澳門特區政府嘅第二把交椅？你覺唔覺得佢有可能係下屆嘅澳門特首？唔知道，我唔會覺得而家講法決定下一屆特首係邊個，咁都係佢係有一定嘅呼聲，因為點解咧？其實最初未有岑敖暉出嚟嘅時候咧，就話係何一成同係黃少澤同張永春爭嘅。咁但係實際上張永春啲人都講話佢身體唔好，即係其實已經講咗好耐有病，即係又唔係好嚴重，不過即係身體唔幾好似乎唔知係咪想做啲頭手山嘅嘢。咁但係最後都冇俾黃少澤，俾咗岑敖暉。咁即係唔知，即係其實我有一個猜測就係咪兩派鬥得太激烈，跟住就揾個中間嘅出嚟黑馬走出嚟咧，亦都有可能。咁但係之後究竟黃少澤係咪又可以做咧？我又唔知道。咁但係呢一屆佢唔做，咁似乎佢就唔係做 number one 咯，而係揾一個大家都有少少愕然嘅人出嚟做 number one 咯。咁所以變咗嚟講，佢係咪 number one 都唔係由佢去話事。咁呢一個，所以我話究竟而家呢個特首係咪做多一屆定係點樣，我都唔知道。實在坦白講，變化得咁快，係咪？1年後嘅嘢都好難估，最多咪估到12月立法會選舉有啲人選啫，最初係咪先？而家有邊啲人出嚟可以選嘅，或者可以做立法會亦都唔知道，即係變化得都好快。其實我覺得港澳情況，即係而家因為成日變得好快咧。而家睇到嘅嘢都唔知未來嗰幾個係咪咁嘅樣，我都覺得咁黃少澤係咪咧？牌面上都係嘅，理論上資歷上都係嘅，但係唔知咧就揾一個年青有為嘅上去都得㗎。你年青化，你滿60我哋就不能留都得㗎。咁可以係咁樣，咁所以我都唔知道。咁所以，但係我覺得佢唔係真係話到笑，因為佢話到笑佢就純粹到笑。好 OK， 好啦，我諗我哋時間都差唔多啦。咁但係大家未離開之前咧，就有2項宣佈嘅。咁就係第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每次活動，咁我哋租場或者我哋義工嚟，即係愛一啲人嚟幫手咁都好需要朋友咧，都如果能夠即係慷慨解囊嘅話咧，其實我哋有捐款箱咧，就係呢一個。咁一陣間大家臨離開之前咧，就可以即係福有攸歸，係啦。即係甚至多益善嚟到，希望支持我哋個活動嘅營運同埋呢一個即係實際需要嘅呢其一。第二樣嘢亦都係一個節目預告嘅時間，就係我哋喺下個月亦都有開放心靈講座系列嘅第6課嘅。咁今次為請3位嘉賓，咁其實OK 好啦。咁下次我哋講嘅題目就係從2019年抗爭回顧火紅年代。我哋3位嘉賓包括有羅永新教授啦、楊寶希女士同埋歐龍宇先生嘅。咁咧時間就係11月23號，星期一。咁地點同時間咧就3到5點半嘅。咁希望喺下次我哋嘅開放心靈系列裏邊咧係再見到大家啦。咁就如果冇時間嘅話咧，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去到呢一度啦。我哋下個月再見啦。多謝各位，多謝吳教授。